又过这家属拍医生啊，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，顶日啊，伫内湖的三军总病院，替伊的妈妈要申请巴氏尿布，或者医生记出了后，说是起骹动手，甲医生拍。伊甲警方讲，这个医生的态度无好，才会出手的。病院这边也讲，要透过司法来维护医护人员的安全。 挑衅我就对了。连医术手棍，这查甫人火气真大，一直没60岁，一直秒就出拳拍人。台湾一个医生就这样子照顾病人要被打。两人情绪拢真激动，查甫人失控拍人，医术忍袂落去，讲要报警要提告，暗过为压迫讲线，搁互人拍一拳。以现行犯逮捕，全案依医疗法及伤害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 动手拍医生发生在内湖三军总病院一个神经科省干的技术，七八早起8点外咧巡病房，52岁姓张的查甫人要替妈妈申请巴氏量表，医所拒绝讲条件无符合，爱长时间观察，伊认为医所的态度无好，判下手，气不过才动手。在此谴责暴力行为，我们提醒医院应采必要措施。 以确保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时的安全。一个月未下到拍人，姓张的查甫人有强迫症考，台北市医所纪律工会谴责医疗暴力行为。内湖3种回应会寻求司法维护医疗人员人身安全。这个案件当中，姓张的查甫人坚持要爱的巴氏量表有啥物用途呢？护工来家里面工作之前，一定要去医院取得一个巴氏量表本国籍，大概1个月8、9万跑不掉。可是如果是聘请外籍看护工，目前的公定的收费价格是2万。 巴氏量表用来评估适龄程度，那分数到位，等于申请外籍看护工，费用会比本国籍较俗。即摆这查甫人意气用事，不知巴氏量表无摕到，反倒倒来可能吃官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